我問大家有冇經常運動咧？梗係冇啦，我哋咁忙。冇人得閒喎。就係唔得閒先要諗啲辦法，睇下點樣可以運動。我想問大家，如果有啲運動係唔使時間嘅，唔需要你特別攞啲時間出嚟做嘅，你做唔做得到啊？梗係做啦。仲唔使錢添喎？做啊！做啊！仲唔使儀器器材，又唔使去 gym 嘅，做啲咁嘅嘢。乜真係有嘅咩？我係零時間運動、零金錢、零儀器，但係一定要靠自己。咁好。真係有咁好？唔止咁好啊，係三好啊！好容易，好好玩，仲好快見效。咁正實做啦！咁正就做到。講咁耐，究竟咩係零時間運動啫？快啲開估啦！零時間運動可以燃燒能量、加強肌肉，仲可以提神同埋減壓添㗎。咁即係點做啊？試下啦。零時間運動第一招就係摁腳啦。嗱，可以兩隻腳一齊摁，係啦，細細地、靜靜地摁，輕輕地摁，又可以淨係摁下右腳，又可以淨係摁下左腳，又可以兩隻腳輪流摁，又可以慢慢摁，又可以好快摁，盡量快啊！然之後又可以慢慢靜靜地，冇人知道你喺度做緊運動嘅，係啦。如果你咁樣做運動咧，做半個鐘都冇人知道你做緊嘅。但係又可以用力加快加速，啊，做到好誇張，好似踩單車咁，左右腳踩單車，係啦。咁樣做呢啲摁腳嘅運動咧，係可以燃燒能量。加強訓練你啲肌肉，幫助血液循環。如果你喺度做嘅時候嚟講咧，可以產生呢個熱力，可以使到甚至有啲氣喘，甚至心跳加快。咁呢啲個運動嘅效果係好好嘅。而家我哋又放慢運嚟，係啊，又靜靜地做下運動。嗱，零時間運動咧，原來拍手掌都可以做嘅。嗱，好多時候我哋有機會咧，我哋會需要拍手掌表示多謝啊，表示欣賞啊，表示支持。但係有啲人咧就冇乜力嘅，咁咧好似冇乜誠意咁嘅樣。但係你調翻轉頭諗，如果你能夠盡力用力好積極咁樣拍咧，其實都係一種運動嘅。嗱，大家一齊，我哋開始拍手掌。聽到係咪？即使係拍手掌都要用好多力，係咪大家都開始覺得對手有啲攰？係。咁即係鍛鍊肌肉。係咪覺得條氣開始有少少粗？呢啲就係幫助你加強你個心肺功能。同埋係咪大家覺得已經開始成身可以發熱咧？熱啊！咁所以當你就算而家大家停止啦，冇拍到手啦，你成身都係熱嘅喎。即係表示你個身體咧都係繼續燃燒個能量嘅，咁係咪好着數啊？嗱，你拍一陣手掌，跟住咪燃燒能量、加強肌肉、促進心肺功能。我哋大家再拍多次。嗱，我哋拍完手之後咧，你睇到啲雙手咧都紅晒嘅，咁其實即係增加呢個血液循環，好好㗎個效果。